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南方東英嘅產品特輯。咁今集咧繼續會同大家講下我哋啲個股共反產品嘅最新情況咧，同埋市場上面嘅焦點㗎。我哋見到今日港股翻嚟都跌得相對比較多少少，一啲73兩倍睇淡嘅產品嚟講咧，就相當之受市場上面嘅關注啦，包括7366啦、7388啦、7399啦，即係 Nvidia、Tesla 同埋 MicroStrategy 睇淡嘅工具個表現咧，亦都係即係有成2到3成嘅升幅。咁啊，短線嚟講，個美股嘅回調空間就壓力相對比較大嘅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用呢啲工具做一啲產品上面或者組合上面嘅對沖啦。咁我哋睇翻咧，即係喺4月3號嘅最新嘅交易情況啦，我哋見到9隻個股槓桿反向產品嘅成交咧，超過4100萬港紙，超過87%咧係嚟自港元嘅交易櫃台㗎噃。咁啊，大概超過1成嘅成交金額咧就嚟自美元嘅交易櫃台啦。咁喺9隻嘅個股共反產品入邊啦，咁啊最受歡迎咧就係隻7366啦，即係 Tesla 兩倍睇淡嘅產品，成交方面超過900萬港紙，而第二位咧都係 Tesla， 不過就睇好7766。咁啊，成交方面亦都超過800萬嘅港紙咧，而第三咧就係兩倍睇好 MicroStrategy 嘅7799，成交方面亦都超過500萬嘅港紙。而近期咧，我諗市場上面都係關注緊啦，美國對等式關稅呢啲嘅政策，亦都係政策出咗之後咧，亦都係震散咗啦成個投資者嘅情緒嘅。咁所以你見除咗美股咧，其實歐洲股市、亞洲股市，包括港股咧，其實都有唔同程度嘅回調㗎。成個投資氣氛就相對比較弱少少啦，而喺技術層面咧，即係年初至今，美股三大指數咧，其實已經跌超過2成，已經進入咗一個技術性嘅熊市狀態啦。喺短線嚟講，我哋見到嗰個回調空間相對比較大，咁所以大家亦都係關注啦，一啲譬如話7366啊、7388啊、Tesla、Nvidia 兩倍睇淡嘅工具啦，做一啲短線睇淡嘅部署，甚至你話我手頭上有貨，咁啊做翻一啲組合上面嘅對沖啦，其實亦都係可以嘅。咁今集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